痛啊！肉跳摆嘅米丝，给乱国故作肉跳摆嘅米丝。喂。老热大擂台，老热强下来。哇！今日玩老热啦吓！哇！聽禮拜嘅呢積分賽、冠軍比賽，還有一禮拜，下禮拜就見真章了，好嘛？好。哎呀，今日嘅進行比賽。一屆選先生，2隻嘅先生，4隻嘅先生，總計先生。安尼先生介紹題，安尼先忙啊進行比賽，先問他個彈好彈嘅歌曲。哇！今日邀請到20團體啊！哦，即係唔係團體嘅哦，有咩團體天嚟哦？有甜團。甜團，哇！客家嘅甜甜嘅團，甜團。甜餅團啊！你好緊張。客家嘅甜團啊，係啊！甜團啊！佢已經出4張專輯嘅，今日要出新嘅專輯，有新嘅歌曲，嚟介紹問他個彈下嚟嚇。係，歡迎。愛卡樂，愛卡樂帶來楊春來嚟。好嚟彈看啊！哦。想愛迄道奈味，愛迄道水老天界高飛，太會去融入愛界母親，唔盼得阿妹受傷心碎，天仆人想愛迄道奈味，終於才情愛地度秋水。恰恰讓阿妹心跳跳，百公斤已不再飛。命轉來了，情轉來了，命都轉來，槍槍該太開，有sang散浮掉，散散不息，風湧穿萬台。嘿喲，命轉來了。轉來了，命都轉來，將該太開，拍發大眼神，潮一潮雨，風弄該風來。天風浪上愛迄道奈味，愛迄道水老天界高飛，太會去融入愛界母親。唔盼得阿妹受傷心碎，天仆人想愛迄道奈味，終於才情愛地度秋水，恰恰讓阿妹心跳跳，百公斤已不再飛。命轉來了，情轉來了，命都轉來。槍該太開，有sang散浮掉，散散不息，風湧穿萬台。嘿喲，命轉來了，情轉來了，命都轉來，槍該太開，拍發大眼神，潮一潮雨，風弄該風來。獨記嘅都市，獨記嘅重老回，終點嘅東西千年都放唔開。獨記嘅無心，獨記嘅星光度，空定阿妹嘅煩惱老不愛，命
转来啦，心转来啦，命都转来，强强该太会，有散散浮掉，散散不息，风中转乱台。嘿哟，命转来啦，心转来啦，命都转来，强强该太会，白发当然是潮雨潮去，风浪该风浪。那么转来了，哇，两位老师，刘哥好，两位欢迎。哇，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客家界的天兵团。天团，对呀，可以买。人家专业就是专业，为什么人家可以出唱片？对不对？啊，那比较有信心呢。不是，比较有钱。不是，这张专辑好好介绍一下。对，他刚音是他的。用来赚。对呀。你要种转是按到转哈，轉啊嘿，就是轉依賴轉不下。哦，我求人轉不下咧，我大先做8，嗯哈，係啊，所以轉不下嘅轉，竹北是對跟黄回家安一样的。他在我们市场没错了。結果嘿，準備時裝，他慢慢會講嘛。對對對。不過另外一種意思係講緊轉變，轉變。所以這張專輯對你們來講轉變有一個轉變，對。怎麼樣轉變？所以有右下新嘅東西，沒右下舊嘅東西。例如假設講，例如說像我們有還有請強 any 個好朋友，劉羅照。羅照二旋傳人，剛剛阿飛哥，剛才李文宏山歌王子。哦，李文宏節目的這個冠軍歌手啊。是哎。對呀對呀。你有找他合作？因為都是交大的啦。人緣比較好。應該讀出嚟。交大研究所。哦，你們的同學。學長學長。哦，學長啊。我都說學長。是。哦，所以他也在裡面有出聲。有，對，這樣子會比較好推專輯。那除了聽中專輯，我也出專輯，有想過的，好有設計過的。那這張專整個裡面12首歌，都是你們創作的嗎？全部都是去給創作。大部分是台鐵嘿，如果有一些歌像《雜叉歌》哈，該2018版本。雜叉，對。三皮油，我片上都買書這哈。有，係啊。你那是天狗日去。我以前聽到吳勝志老師唱這首歌的時候，他就奇怪，就一直所以你有致敬的方式。對，要致敬他，真的，他真的是我們客家界的先驅啊！流行音樂的先驅啊！錯，沒有他，我們客家的流行音樂應該沒有辦法像現在的這麼的蓬勃發展哦。所以你的出大眾專輯裡面又把這樣致敬的歌曲表了地圖。哦，所以你有沒有重新改編這首歌？有用我們的方式詮釋這樣。編曲來變 Q。對，我們讓那個阿勇來，反正忘記他。來用，來一下，我幫你拿麥克風來。用你深情的眯眯眼。差不多用啊。容易。我以前就是唱這首歌嘛，唱完然後那個方俊大哥啊，他就說我知道你這歌詞裡面的意境是什麼。我說什麼？你那麼厲害，你聽得懂？雜茶，會張兩三皮喲。伊講哦，這人哦，好擦擦掉哦。兩叉剛就去啊！不是啊，
我说好，那下一句，三姨喽，三姨莫扎猪肉料理哦。哦，这个我知道。我说你住3亿嘛？我说3亿人啊，对啊。你说去3亿哦，你没有炸猪肉哦，我都料理哦。很会动会。对，我觉得他好厉害啊，好厉害，对，我相信由这个通达老师所这个制作的专辑一定是非常棒，真的，里面又这么棒的歌手天团，去个冰，哎呀，他个多多支持哈，多多支持啊，那爱卡的哈，多多支持，那阿 Kim 还有阿勇哦。那要麻烦2位老师今天要坐在那边，好，凑到那边。哎，我们第一次有2位客座评审呢，是啊，会不会有点挤？椅子还蛮宽的，椅子蛮宽，蛮舒服。我今天帮你安排的是贵妃椅，连在一起。没关系，我坐就好，你要站着，对不对？不是坐在你脚上。怪，这段有软弄，怪的。我们这节目有报金钟奖，只是一直还没有接到通知而已。好了，那谢谢2位啊，谢谢带了安波糖的狗狗那个谢谢。积分赛比赛规则，每礼拜由无强样的主题，参赛者自家选过的，经过6礼拜的比赛，累积分数最高的前3名，就可以进入到年冠军的比赛。比赛就开始了哈！比赛之前呢，讲一下那评分的标准了哈。好，今日有请到阿公叶家修先生。嘿，今日主题哈，今天的主题哈是超越自我的大跃进。哎呦，大家你比赛到现在，人家都梦想的嘛。也是要转变的意思。嘿啊，我表现一下，老头哥，然后大家对你人生无强那个东西。哦，要比较希望大家选一首歌表达一下说，我除了我前面表现的以外，在最后这个关头冲刺的时候，我还有一套大家都不知道的这个本事。我给不是应该是很精彩的一个部分。大家把你的绝活都拿出来了，好不好？好，赶紧。好来，有请 TV 参赛朋友刘米莉带来 Bad Boy。今天的主题是自我挑战大突破，所以我选了张惠妹的经典歌曲《Bad Boy》。在这里要非常的感谢工作人员还有彩子姐姐的帮忙，然后就帮助我翻译成客语。然后呢，今天会有一点点小惊喜带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哦。你讲嘅我唔想聽，你講嘅我唔想聽，你講嘅我從來唔用說。我唔會問你做乜嘅，你唔是講我用伴奏，我係講當你明明嘅叫我。哦，原來你係兩種 bad boy， 感覺我曾經甜甜中用，感覺係愛我。
厉害哦！哦，吓死我了！好累哦。好嘞，哇，吓死人了！是也会累哈，那么年轻呢，嘿，对呀。哎呦，刚刚彩排的时候没有这个 P 的哎，你好厉害哦！就浑身解数就已经拿出来了，真的。哦，好了啦，唱到那个口红都已经哦，小时候练舞，你看，哎，现在都用得到了，用得到，是献给闹热打擂台。怎么会想说要把《Bad Boy》这条歌拿来归这个？因为我很少唱快歌，我都在唱抒情歌。然后就想说，这次是突破嘛，然后就想说，来唱一个不一样的歌。然后我就找，惨了，我要唱什么？然后之后我就想说，唱张惠妹的歌好了，然后就选了《Bad Boy》这首歌。然后在翻译的时候，我有请教了才子姐姐，然后她就有录音给我，然后我就自己听，然后自己翻，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你这样子。对，然后之后就自己打好那个歌词，然后就有发给工作人员，他们有就是可能有一些字有稍微再改一下下。难为你了啊，辛苦了，还要上课，又还要工作，还要背客家台词哦。对，然后我现在在拍毕业制作，拍毕业制作要对拍照，我拍纪录片。好啦，叔叔秀哈，叔叔。是北北啊！北北你不要每次看到他你就想抱，还有人尾你也想抱，你就是不抱家珍。好啦，来听讲评啦，来。阿公，美玲哦，今天表现其实真的不错哈，因为我是凭直觉这样子感觉唱下来很好。然后跟我说，对你改了这样的一段的歌词以后，那么后面还有一段应该是也有改过了，然后我看起来好像歌词也有，然后就没有了，就直接就跳到就下去了，等于算是只唱了一小段部分。然后应该有的一个第二遍就没有了，然后就开始 Bad Boy 就直接进来了，就直接进来，所以 A2 不见了。那整个实在讲我说整个歌曲编法来讲的话，这样是浪费了这首歌，因为它中间包括间奏啊、吉他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出来了。那歌的精华呢，如果说只有编这一段的话。列苏国文呢，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没有把它处理得很好的客家话。也许你唱得很投入，你忘记了你真的有那一段你可能回去再想一想那不管。那总之，我本来给你很高的分数，包括到你最后做的劈腿这样但是我跟这位老师两个马上就跳起来，不对，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那我相信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对还是错，你可以想一下，好不好？对于从翻译的精准度来讲，还有唱歌的表演或者是很投入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今天是确实唱出一个不错的东西，好，好，搞不好另外老师有不同的看法艾卡尔的看法是，爱同美玲唱爱看叫又会唱又会跳，又会唱又会跳，实在都强。不过。爱最近爱目睭边仔系太个什么呀？会放电所以说你眼睛我的注意力都放在眼神，他整个表让给全部啦，这样。所以讲我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演演出。不过大家你有讲吗？戴阳老师，Hello 美丽你好，你好，就是不要哭啊，这样我没办法讲。你有没有考虑教我们肢体运动？哭点好低。可以。对我刚刚听你说你以前都是唱抒情歌的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那其实刚刚听到最后，我觉得又顺便打一下歌。对，那其实我觉得你有点后面快 hold 不住你的声音了。就是你刚访谈的时候，你已经有点沙哑了，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尝试是好的，但是可能还需要多练习。对，因为可能在唱更完整的歌，你可能就会有可能会破音之类的。对，这是我的建议。好了，考分数6米点的分数。好，比赛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你准备的非常的妥善，结果没想到你唱的太投入了，忘记一段，哇！
就影响到你成绩啊。OK 了，回去了。好吧。对呀，好啦，拜拜，还有一个礼拜哈。好了，沙下台。让年龄带人也共在跳舞。好嘞，躺下啦。今尾我要挑战两首歌曲，很多热共在跳舞。而两首歌曲非常的特别哦，头前是俄罗斯的民谣，希望我今尾做得唱到东好，送文大家。Если шли в саду, да зажжём с узми замиром до утра. Если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ы еду, дорогие, под Москвой я вечер брал. Если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ы еду, дорогие, под Москвой я вечер брал. Kinh nga nhất công có vì phong trần trần lượng hồ suy khăng khăng liễu在沟通一撒满满行天生给谁路红在那点情给安不掉一撒满满行两情给安不掉在那点情给安不掉thôi theo muốn nhẹ con lưu thu yêu kỳ tròn xem nên nhắm lòng ngày con mong sống thấy chế phòng một kỳ rừng cây thì phong anh nhà có thể chịu hết thiên còn mong sống thấy chế phòng một kỳ rừng cây thì phong anh nhà có thể chịu hết thiên còn 哇哦！有不一样哎。哇，纸片人也会唱声乐，哎呦！哦，纸片人今天的声，你的声音好厚哦。哎呀，你有前学过声乐吗？贵是有给时间。有学过啊？啊，就小时候那合唱团呐。啊，那可能这个主题他有再回去找老师练习，有没有？哎，没有。有去跟奇怪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要想那么久。用我线下跳歌呢？嘿，用板胸线来跳歌哎。就上来挑战一下。哦，某空要刚之前因为它声音比较薄啊。有头发比较细腻的，就哦，今天某空要表演呢。哎呦，今天又做到啊！好漂亮，好像新娘哦。哎呀，女神级的哦。你是女神级。想婚了哈，对不对？没。还是想通了？想开了，哎，奇怪，嘴巴讲出来的怪怪的啊，哎呀，那个啊 sexy 啊，来，配着这个音乐，然后摆一下。沐浴露广告。对。哦，有。哎，对。什么？今晚的萨布。好啦，哎呦，今天穿那么性感，我嘴唇不会动哎。还有从某空用的表现呢，挑战去给他歌曲，来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好来，四位老师。我觉得知道你这个哈，中国技巧才多哈，金铺懂斗，应该按你讲哈，金铺懂斗。我要这样形容你的音色，你的音色是不包装的。你现在讲话是什么，你的音色就是什么。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等号里面，你居然把俄文的部分发挥得非常好。虽然如果用这首歌的表达方式，用美声的方法可能会更圆满，可是我们剔除了这些概念，完全从你的声音去发挥，我觉得很棒，我觉得非常棒，这个起头真的非常棒。不过呢，摸一张节奏以后，我其实还蛮沉浸在刚刚你这样一挥手的那个动作，就是那个裙摆这样挥一下，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同的东西要呈现了，只是比较可惜，因为客语跟俄文真的差很多，所以可能喺因为咬死嘅关系，所以鸦片嘅部分，就刚刚讲，你为两个上线太自然了。所以就是你这自然音的发挥没有办法去修饰到我们客语会出现的困难。所以要说各位部分可能在表现的时间，你就会产生一些，比如说你要硬冲上去，你没有办法把共鸣转换，好，你没有办法把共鸣转换，尤其是最后一句，你想要冲不上去，只好硬吼，硬吼上去，所以本上英国会动讲去上线，然后给带上去。不过呢，偏偏是上不去了，你只好把它硬撑上去，这就可惜了。安之 C， 好，安之 C 因为你在唱俄文的时候，你知道俄文原来那个感觉是有点声乐，对吗？所以说，当你在表现这个有点声乐，但是因为你声线很自然，但是因为你知道这是声乐的表现，你的那个位置共鸣的位置 hold 得非常好，所以你整个在俄文前面的部分，你的音准，你的整个都很棒。但是一定要记住，你前面这样子，不代表你回到客语就变这样子。这个很重要，你前面既然能够这样 hold 着唱，后面也应该要把自己的气保持在那样的一个稳定里面。那虽然我们的语言会比较辛苦，但可能是比较扁，但是你保持那样的话，你的音准的 hold 住的会 hold 得更好，绝对会比你刚刚会更好。但是你的前面真的唱得很好，回去想一下，练习的时候你前面到底那个俄文的共鸣怎么唱的，然后你回去把客语也这样子去练习，一定会有帮助。好，安之 C， 哇，非常好的建议啊！来，快一下改个分数，来。让你们的分数。梦你平安快乐相守。你为什么站都不站好，脚要一直这样？为什么？没有啦，出车祸啦。那你还好，勒到脚，你没有勒到脸也没差了。爸爸妈妈有来。对啊。看到我很高兴啊！他们其实是想看你啦，看你的。你是看到女儿很高兴，还是看到我很高兴？看到你啦！我小时候看罗时丰长大，唱歌的歌。让你们的分数。93分呢，不错了哈，加油，还有一个礼拜，很棒，好吧，加油，加油哈！好，谢谢，回走休息，安之 C， 杀下来，顾家珍帶來玉成嘅 C 法。好了，躺快了。大家好，我是顾家珍。上次我的声带发炎了，导致我没有办法好好发挥。但是这一次我选择了吉娜老师的《玉顺嘅 C 法》，它是一首情绪很细腻，而且转音特别多的歌。有别于以往我唱都比较自由奔放的歌，这次的歌很抒情，希望你会喜欢。就算有一日发，披风给世界，给老爱讲法，讲一时不掉，讲天蒙蒙成功，讲给男友给自由，本一生中没事有暴风精彩。没事有后望，就以泪打。期望讲一句话，背姑姑，喊起愛結
顺给了瑞芳，就留给中春吧。梦俩对提同一条，奔一边走，请将给放。谁给放？俩天安太安放，乌云黑狗发芽，你用寒困的多高，你悠悠爱深，定爱一瞬遥遥。等一阵风吹散两片雨，爱就走得难等。就算给谁放，为声音莫不你抽象。可怜你那天空，梦里平安快乐深重。又顺给了瑞芳，就留给忠诚吧。梦俩彼此同一条，奔一边走。请将给放。哟，哇，没有想到你有深情的一面呢啊！有啊，他当然有啊，他是因为上礼拜啊，对，我不要，我不要，你来抱啊！你觉得？我们常常抱啊，我们6个感情很好，很好，天啊！客家腔。你为什么站都不站好，脚要一直这样子？对，我跟人家打架，然后就受伤了。哦，前2天那个 KTV 斗殴事件，对，那就是我啊。大根啊，跟你那对不对？你有在你其中啊？我是打手。那假的？真的。真的？为什么？没有啦，是车祸啦。哎呦。啊，真的啊。对啊。没有呢，你是从第1集就开始这样子了呢，并不是现在才这样子呢。你是等着他受伤是不是？就先准備好，先準備好我要受傷啊！一定是你太常這樣子，所以剛好車就這樣碾過去。喂，我自摔啦！是你去撞人還是怎樣？不是，我自己怎麼樣？很像累殘啊，感覺很像對累殘。哎呦，那你還好，累到腳，你沒有累到啊，累到臉也沒差啦。我累你的臉。好啦好啦，希望你早日康復哈。好，好，好，來唐。你想聽哪一位？哎，這位老師好不好？好啊，好 ，OK 來。家珍以後，你必須都得他開始，你要穩定度變得懂後，你的穩定度已經變得很好了，就是說你駕馭歌曲的能力已經有進步了，但是。因為再加上給別主題超越自我大躍進，我覺得這個題目真的很難，因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盲點，對不對？因為吉娜關的就歌曲本來就當難唱，因為他本身就是比較一個大炮型的選手，你要用你自己的方式詮釋，它本來就很難了。再加上這首歌非常的不好唱，你的感情是很到位的。我跟思慧老師竟然非常有默契，我們兩個寫的講評是一模一樣的，真的，就是感情到位，但是你的技術還沒有到。技術未成熟，對，但是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對自己挑戰，所以我不得不說，就是說這首歌你並沒有表現得很好，
但是你在就是挑战自己这一块，我很愿意给你肯定的分数。重点是。这么长的比赛下来，你已经进步非常多了。你回去看转播就知道。当然，你要先把你的身体的状况调整好。我相信在下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棒。好了，请教一下艾卡尔对我们这一个宠物不是我们的参赛者这个看法。嘉诚以后哈，应该跳下堂咯，你唱该首歌曲，其實我咪講哈，挑戰嘅吉拿罐子嘅歌曲，算係冇簡單啊。係啊，那吉拿罐子。因為咁講，我咪動狀語嘅口音哈，因為對一些詮釋的一些口氣，又有情感哈。我覺得說在情感面試當然是冇問題嘅。不過我起音還沒有那麼穩啊，冇穩哈。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還打鬆。好，那特別是在。Bridge 的時候那一段，我覺得有點可惜。Bridge 那一段如果再承接到後面的副歌起來，哇，這首歌可能在後面會拉回一層這樣子。這是我剛開始的感覺哈。來，玩戴陽看。戴陽老師，我也是覺得你的情感很好，只是我剛看到你知道，然後你深情的這樣唱，其實我有點嚇一跳。看到他這樣，然後沒有，我以為不是我的意思，以為他是可能是動感的還是什麼的，但是他好笑的，不是好笑，對，但是他反而這樣，我覺得他深情這樣唱，我其實蠻感動的，加油，對，好，那我們也祝福艾卡勒老師的專輯哦，明年能夠得到客語的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獎，還有最佳客語演唱人獎，好不好？好，祝福他，祝福他。好了，來，他分數，顧嘎整個分數。謝謝老師。沒關係的，其他的因為腳不舒服的關係啦，不舒服，還有喉嚨又不好，對啊，對不對？好了，先回去哈。要不要扶你？那個。哎呦，保全呢，好高級哦！哇！好來，殺了。馮子權帶來潘夢妍。好來，彈過來哈。噠噠噠噠啦哩噠噠，哈哈哈哈哈哈！大家好，我就是花開一張人。眼看千有人嘅潘夢妍，今日來到紐約大擂台，都帶來我嘅主題曲客家版嘅哦。我充滿大家聽，希望大家看到，讓佢人夢夢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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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一樣，流動的愛無疆，人生路為切改變，不放落水旁來生命，表這表示表出素養，也總嘅散發長有酸甜，歸身嘅酸也分chia。批判都空空風沙，消失在勇氣之下。期待風雨中那看清天色當昏暗，希望愛有勇氣，愛會散漫向前行。命運安排，我們給後言談。世界夢之出牆，重新出發，繼續期待愛，人生路長。風霜衣裳都不會散，傷空百年不是綿羊，流動的愛無疆。人生路為去改變，
身表示表出需要，也总给身拍总有酸甜，规身嘅酸嘅分chia，批判都不管风沙，消失在勇气之下。骑在风雨中，也看清天色东昏暗。给你不爱有勇气，爱vai散漫向前看。命运安排，梦想给好年台。天空之间如此倔强，重新出发，继续新的爱，人生路长。哇，谢谢，哎，两位老师好。两位老师好。两位老师方便到舞台中间吗？方便呐。对，讲有那个鲜的蚕豆啊，有没有？煎黑的衣服。老师请。老师。两位老师好。好。是，我们的世军哦。两位，一位是白老师，白建福白老师，萨克斯风。徐老师，徐志平徐老师。我们应该见过吧？对。有。是的。哪里？古巴大乐团。古巴大乐团的时候，我们都有见过，对不对？以前比较常见。是，对。怎么样认识老师的？对呀，你怎么会认识这大师级的人物啊？对啊。白塞跟徐老大是我海军的长官。是我的长官哦，爱走海军的时间海军长官，对，白老师是海军军乐队，是士官督导长。许志平徐老师他是海军陆战军乐队退伍的。然后现在是，但是老师他是不是有首创一个什么？老师他现在是那个台湾首创爵士乐团古巴大乐队的小号手。然后这两位很大。你好厉害哟！你怎么跟？加上他们两个整个音乐那个丰富性又更不一样了哈。感觉很像。不是说小康老师不好了哈。对。没有，少了他就少了一个味道。对啊，加上这个有生命的东西，哇，京剧好像是每一年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红白大赛出来的那种氛围，哇，那个好好看，我每一年都要看。哇，有，而且选的这首歌又是演歌，对，因为我喜欢写亚述狗味的。潘梦阳哈，其实迄一开始原曲迄八代雅纪，海猫八代雅纪的原八代雅纪啊，它原曲是日本演歌海猫一开始我听到的是只迄霹雳布袋戏，不可以推改编成有个台语的版本。就呀，其实也10几年了，也是讲就一次上讲我用我哋客家的版本。其實開始嘅客家班，咁10幾年喺台北攏冇講啊，冇人可以講。嚟到當日開始在同嘅客家人過來，就天天的睇夜深人靜的時間，就把它拿出來開始照可能台語的歌詞的版本來做改編。對，然後就是其實亞述各位從愛七嘎。從緊剛才馮世軍，他也唱以前的阿飛，其實阿飛就是我的分身。哦，你好忙哦！这首歌真的听起来非常大气，对，尤其两位大师在旁边又哇加持一下，哇，我们太有荣幸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请两位下来休息，谢谢老师，谢谢。好，安宁根本印带了这么大气的一条歌曲，老师应该听了都尤其像哪一位了庄慧茹老师，庄慧茹老师，如痴如梦，是，然后。我觉得很棒，两位老师的那个他们的管乐出来的时候，果然这首歌整个的那个气氛就呈现出来了。然后今天我觉得两位老师真的给你加了不少分，而且我觉得很喜欢你的一点是，当你准备你其实站上这个舞台的那一刻，我就看到你在预备你自己的心，你的整个表情，你的整个甚至蹲在那里做准备的时候，你在说话的时候，你都已经到这个歌里了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你很特别的一个特质，我觉得很棒。对你来说，今天的这个，给你的表现，
我就是一个很棒的表演。这首歌我只有一个建议给你，我觉得你整个的那个起承转合的音准的表现都没有问题，都非常的好。可是给你一个意见，就是他这种大歌型的那个像这样的东西，天公司节目你的第一个字的那个 punch 点要更清楚。哦，就差在这个一点点，说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的话，我觉得会更棒。然后中间有一段，你有一点点像自由拍，可是你却是在那个拍子里面，这个也是不容易做到。我觉得你今天做得很好，但是你可以再更，应该这么讲，阿萨里一点吗？再溜一点点这样。我觉得中间那一段的，对，那个会靠再多一点，懂吗，世军？那个会靠，对，哦，会，对，大哥的会靠如果再更多一点，尤其在，就像那个延续掉后来我刚讲的那个，这样会更好。但是今天整体的表现，我就觉得很棒。好，我给你的分数是不错的。好，谢谢。来，看分数。冯志给你的分数。也还不错，65分。好，还有一个礼拜，来回做休息。好了，杀了。郑义允也带来《童话放客》。对，躺过了。今天要带来《童话放客》这首歌，第一次尝试放客的曲风，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加油！想好拿给当 MB， 做一个 pose， 准备好拿给步步，升到300种梳妆头发，全国为你 book， 用下跳拿给 funky 头发布。funky 头发布，走一步又一步，我们跳错个步，你老爱你。把的摆放给什么？是在你跳的天堂，酷并快乐的脚步，用它跳拉给 funky 头发布。funky 头发布 ，funky 头发 dancing， 黑暗用给 happy，everybody just say ayo ayo， 放放放，为明明是胸动休息 ，just moving。Your body， 都看好看的 tempo， 一手跳 high heat。来，空后来冲口上好拿给当 MB， 做一个 pose， 准备好拿给步步。升到300种梳妆头发，整个背景不用它跳拉给 funky 头发布。funky 头发布，走一步又一步 funky 头发布，你让爱另一件 funky 头发布 ，moving grooving funky 头发布。谢谢。哎呦哎，这个义允啊，吉娜冠子的歌曲已经深入年轻人的心里哦。对，他本身是年轻人。他不算年轻人啊。就是，吉娜不算吗？他年轻人呐，他的歌真的超好听。超好听哦！你看今天就2个是参赛者唱他的歌了，对不对？对，那个是怎么回事？偶像，你等下要转职业是不是？对，按枪啊，等下帮我稍微按一下。人家是转 DJ 哈，转职业，不是转按摩哈。可以。今天我想先一条歌曲。其实我那时候我想说，吉娜老师的歌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然后
他想说，你想说，你想讲啊吼，吉他老师的国的拢相当有挑战性，好，真的有power很难，对，他的气又要很足，对，你就吃饱一点。他是有那种，我觉得有点饿了，对，我们要放饭。金大罐子他是有那种黑人灵魂的那种感觉，很奇怪，好厉害哦。暗腔啊。哦，对，好，这首歌唱得好，唱得好。谢谢。对，唐欣赏的贡品，对。这位老师。你好，你发生什么事了？你最近怎么了？怎么？你告诉我，你有谈恋爱吗？还是你有？放歌跳舞。因为哎，差不多一两个礼拜没看到吉嘛哈，因为一开始的时间给拿吉他来，你现在客语听得懂吗？对不对？我都听得懂。对，给吉他拿的时候，我还都觉得说奇怪，你吉他都调不准了，怎么办呢？你接下来要该怎么办？我每次都，可是你看你专业看哦，给人家单枪冲国位，他的肢体已经出来了，他的表情，他的样子也出来了。对，那唯一我必须要求说，就好还要更好嘛。我刚跟叶老师说，你少了那个旱地拔葱的感觉，因为 funky 的东西它要有弧度。譬如讲走一步又一步那种感觉，你的走一步一步，你只有走一步，对，就是那个 grooving 是对的，可是你要走一步要稍微强也可以，但是就是要有那个感觉做下来。也是那个 funk 的 quick call， 对，你那个 quick call 做得很好，然后你最后那句 dance with me 有没有 ？dance with me funky 童话，你那句就做得非常非常好，你会去看转播。那这一句大概就是这首歌里面最棒，你唱的最棒的亮点了。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表现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你是完全突破自己了。我很期待你总决赛的表现，符合这个主题，非常的符合，很棒，加油！谢谢老师。如果他的爸爸妈妈在电视机前看到，一定会一把鼻涕一把。今天就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有来到现场，真的假的？所以他表现才会这么轻松自在。爸爸妈妈有来，对啊。哎呀，爸爸好，妈妈好。花莲啊，对，花莲从花莲来啊。对。哇，还很辛苦哦，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对对对。啊。还有对。不会啦哈，但看你哦，怎么看到我很高兴啊？他们其实是想看你啦，看你的。你是看到女儿很高兴，还是看到我很高兴？看到你啦。我小时候看罗时丰长大，唱歌。好样的，爸爸很幽默哦。真的，跟你学的。那妈妈要不要说个一两句话？妈妈害羞内向。哎呀，害羞啊！结果他长得像爸爸哎哈。对啊，真的，对，像爸爸好啊！加油！加油！谢谢。他旁边那些是姐姐还是妹妹？就是同学啊。音乐很厉害哈，很会唱哈啊！希望他有很好的成绩，好吧？谢谢。好，那云。很棒了。对，今天爸爸妈妈都来了，我们来看你的分数好不好？好，来看一下分数，来。陈以云的分数。哇！16分，哎呦！第一次啊？对，第一次。哎呀，爸爸妈妈，你们早该来啦！对呀。他前几次好危险呐！加油，好不好？还有1个礼拜。好，谢谢，恭喜，回做消息。好，杀好了。你有冲哎！对呀。李浩生带队勇往直前，勇往直前行。爱我勇往直前行，求你勇往直前行。好帅哦！哎呀，两位老师好，太帅了哦！抱一下。潭水潮涌啊！路跳摆嘅米西，嘅乱歌有做，路跳摆嘅米西。那200斤斤什么都豁出去了，因为很爱体育白底大家面前冲过一条幅。这次我还专程呢请我的学长帮我排舞，还找了2个学弟当我的 dancer。希望这次让大家可以耳目一新，加油！展开一个龙洞天涯，天太地太慢，爱比黑爱不下。
付出担当。日头拉拉线的浪海来走伴，虽然了天又高又暗，虽然了风又太又浪，虽然了看到披萨，眼未惊。爱会勇猛之前行，爱会勇猛之前行，比过自然嘅散荡，看遍人海。爱会勇猛之前行，从你勇猛之前行，人生嘅起起落落，眼未惊，风轻云淡。天地来做客，对酒唱歌笑看人间嘅气氛，就算爱一家，就算爱一生。夜光爸爸生的老爱来做伴，虽然了天又高又暗。虽然了风又太又浪，虽然了看到披萨，眼未惊。勇猛之前行，勇猛之前行，爱会勇猛之前行。比过自然嘅散荡，看遍人海。爱会勇猛之前行，从你勇猛之前行，人生嘅起起落落，眼未惊。爱会勇猛之前行，爱会勇猛之前行，比过自然嘅散荡，看遍人海。爱会勇猛之前行，从你勇猛之前行，人生嘅起起落落，眼未惊。哇哦，好帅哦！我怎么可以帅成这样子啦？好帅，好帅哦！哎呀，两位老师好，太帅了哦！抱一下，抱一下，对，哎呀，没有，尽量抱，尽量抱，没怎么关系。帅成这样？哎呦，剩下这2个礼拜的让我抱一下，怎么样？哦，哎，你很适合唱跳哎，而且你跳得很到位哎。你是本身以前有练过跳舞吗？大学的时候是学校的热舞社、劲舞社，对。那这2位是你的？难怪，2位都是学弟，非常优秀的学弟。哦，学弟现在还在学校？我刚毕业。刚毕业。对。介绍一下自己。我叫陈明，然后简文刚毕业。你叫陈品哦。陈秉义。哦，陈品义。绰号饼干。哦，饼干。对。然后刚当完兵回来。当完兵回来。对。好。是。那另外一位。我是邵伟，然后大4。对，现在大4，今年大4。好了，那谢谢2位老师啊，好，谢谢来帮忙，谢谢，真的，谢谢，来回座休息。哎呦，你真的很厉害呢，真的，就是我没有看过你这一面呢。我没看过你那面呢，没看过哪一面，一面啊，哎呀。对啊，大部分都看从抒情歌曲里面啊，对，因为这次的主题是超越自我，我就想说，我只有唱歌、跳舞都分开，我没有试过唱跳。我们昨天还练到了半夜。哦，对。不过刚刚真的是看到很棒的一个歌舞剧的表演的感觉了。就是希望就是能呈现出我想要表达的不一样的东西。好，来谈一下诗慧老师，来听看看是不是你的骄傲？对。我觉得我很骄傲，我觉得对。你又骄傲？我为什么要说骄傲？还記得我上個禮拜講嘅冇？其實人家都唔是想，人家都評審，我冇解，人家都本來冇解當重要。今邊我看到，讓他今邊的產水咋？我覺得浩辰讓我最感動的地方是，
他曾经问我怎么办，他该怎么在舞台上表现。我说你先想想你自己，你到底要什么，你不要想我要什么。所以他可能把我这句话放在心里了吧。所以今天你已经找到你自己的定位，你之后会去走之后，唯一我希望建议的是，因为你唱歌的时候，它有一个你的唱跳的部分没有问题，所以讲在主歌的处理方式，你不会用一种，其实我希望你在唱歌的主歌的重量，希望你用压它共发那种痛，会比较好。因为一开始唱主歌，我就发现你会往内收，字就显得不清楚。字就显得不清楚。像刚刚给苏各位来讲，勇往直前，你应该头前的部分就觉得你一直把它往内说，我听不太清楚你在唱什么。可是我又在仔细听你在被访问，你去给他讲发时间给这痛，又很清楚。所以这道问题在哪里？你要回去思考一下。好 ，OK， 你还没改按你方式的共鸣，你冲起来过较清楚，不太给糖里头。所以一开口唱歌，你共鸣换个位置。就会不一样了。了解。OK， 好，注意这个部分，其他我觉得很完美，很棒。什么现场？哇，真的很棒，很棒。好多老师给你很宝贵的意见。真的。来，看不住。李浩森的分数。太棒了！人生第一次啊，第一次。你也是第一次哦。跟语言一样。你们两个好好的抱一下。下礼拜希望也是这个分数，好不好？好的，没问题，好不好？谢谢辉哥，好了，加油，真的很棒，很棒，很棒。哇，快乐，哎呦，好开心哦！我觉得下礼拜是不是会更感动啊？应该会。下礼拜看那个全部抱在一起，我们两个也要抱在一起。哎呦啊！好快！哎，传统组的，听礼拜倒数了哈。哎呀，下礼拜他家就提供安尼总管叫天满意了哈。那个加进行今日比赛来介绍评审现场。常用评现场，罗英明现场，恰吉的现场，孙明主持人。比赛有规则嘛？讲一下。有，来，里面全都告状哈。好来啊。下礼拜主题有一系列考验。哎呦，用会考啊？哪个私房景点？你谈什么？私房景点。我的私房景点。哦，那就房间嘛，对不对？不是啦，就私人的房间。是吗？哎呦，没啦，即讲大家吼，爱留自家吼，比较较好料的素材。将个安尼个风景景致吼，来写出个歌词。带自家去游山玩水。小家本安尼所有的观众朋友都sau嘅。用游览用的啦。对啊。不离哥，大家唔记得哈，牛屎爱脏，拌料爱菜，要来看到了。卡重要系莫江山哦，莫创唔作诗哈，创唔作诗就也就难了。加油！好，来欢迎 TVB 掌声朋友。陈根基带来3个字。来，等个啦。我小孩子以前就是读淡水的大学，我常常会到淡水来看他们，顺便带他们去吃淡水的美食，还有欣赏淡水美丽的风光。今天我也把淡水的好味道带来，在品尝美食之前，请大家来欣赏我美好的歌声吧，谢谢。
sắc môn nó tháng na thọ心情了好那潭水潮涌啊，阳风我流啊。今日介紹乜嘅地方嚟問他噶？像淡水嘅名，有名嘅名山嘅榆樹樓嘅下公樹。榆樹下公樹，還有這一盤裡面有2種就對了。榆樹樓嘅下公樹。榆樹樓老樹。還有嘅肉跳拜嘅米絲，嘅亂果。中間包什麼啊？應該調黃黃。三層嘅 cheese，故做肉跳拜嘅米絲。喂！我是給你聞而已，你不是要給我吃哦？你弄錯，這是魚酥的，他現在在吃雞蛋糕。哎呀，小康老師今天有福了。哎，今天有福了。有福了。你要魚酥還是蛋糕？我蛋糕好了。蛋糕哈。哎，小康老師，好了。啊，你們都那麼辛苦，對不對？哎呀，真的是。我們今天哈也有我們的新朋友啊。哎呦。我們的新朋友。漂亮啊！對對，我的意思是說你捧着，你捧着哈。他捧着，他怎麼拉啊？啊，對哈。對呀。算了，都給你啦，真好好放着。好了，還有那淡水嘅名山就出來了。淡水好，除了有青島美食以外，還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些那景點，還有古蹟，嘉永對，紅毛上。很漂亮，紅毛城紅毛城，還有很多咖啡廳，而且是有歷史的。淡水阿給也是好吃的不得了。淡水的那個肉包子也好吃，真理大學下來山腰那邊就好吃。對，那我們先聽講評好了。高中好。今日建議創業3個字哈，基本上價格上也好啦哈，拌料啊各方面也一菜啦哈。原則上來講，也係一號糖一品順的一條歌誒，一創到來。但是我也有第位建議佢啦吼，不能係我老太姐講，嘅絲米啊、軟米，可以講頭吼，因為也有頭料。基本上來講，五黃頭嘅軟醬米。也係用蚵料，唔係用蚵。基本上創業冇唔錯，唔係正常。不如講創呢3個嗬，大部分創業嘅軟米唔可以用蚵，五黃頭啦，也係煙鳳料，唔可以煙鳳料喎，唔係人哋創。嚇，淡水茶用，要咪強用嗰隻茶。茶本身就冇蚵嘅意思，但是家下唔係呢茶，唔用蚵，你也就比較較冇按合適嘅喂。你也係老兒燒烤改進過嗬，就相當滿點啦。但是我係呢以肯定也講嘅，加油！所以要多注意哦，係啊，冇亂加嘅以為冇蚵啊，亂加都冇咧。原汁原味最好。好啦，看幾個分數。請講幾個分數。勢在必得哦！哎呦，有夢哦！剩1個禮拜啊，哈，好，緊張啊哈！啊，加落嘅時間都個化妝間都到期，見到老哥，哇，今天是哇冠軍賽呢！
看到信心十足这样。嘿嘿，啊有没有信心？有，好，加油，还有一个礼拜，加油啊！哦，什么你别乱讲。这样有气啊！什么那个？来，回做休息。好来，杀下来。陈松哦，带来落山歌。怎么了？南阳平原，Up Song。对。Up Song。昨天晚上的，对不对？哦，哎，有冷藏过，有冷，哎，这个很好吃。那个昨天晚上不是啦。拖延了龙的龙潭跟剃头桶青油面，剃头桶哈，哎，甜而不腻。这个也是最好的，甜而不腻。这个也是最好的伴手礼啊，好好吃哦，真的。龙潭最有名，最好吃的。我和我先生都是宜兰人，年轻的时候约会也总是在宜兰。即使结婚以后搬到新竹，我最喜欢的也是宜兰的好山好水和美食。今天带来一道我最喜欢的料理，与各位观众朋友分享我家乡的好味道哦。南阳平原，好风光富山丰富啊，好地方三线太错。好迷信南阳Up Song 啊，叫流向主持人好，苏永基，我自己那边人啊，宜兰人，我宜兰娘家，我宜兰女儿也是宜兰媳妇，嫁得那么近哦。对，所以你老公也是到地宜兰人，也是宜兰人。对，你老公客家人吗？不是，好多人也是河洛人。对，哇，你们安利会不会讲客家呢？哈，就有一年他是发现讲啊，原来客家歌这么的好听，所以他就学了客家歌。对，客家山歌，好佩服你，谢谢。哦，所以难怪今天会想要介绍这个宜兰的家名产，对 ，Up Song，对 ，Up Song，很好吃哦。你不要每次这是宜兰三宝之一。我知道哦，鸭嗓好像是家家户，我帮你拿着。昨天晚上的对不对？哦，哎，有冷藏过，有冷，哎，这个很好吃。那个昨天晚上不是啦，昨天晚上做好有冷藏过，搭配这个蒜，对，很好吃。你自己吃啊！
哦，配上这个三星葱吗？哎，算是蒜啦。蒜哦。配蒜，嘿，很入味，很到位。重新配过的不一样了，对，跟餐厅的完全不一样。哦，好高级的味道。是哦，很香。这个鸭嗓是怎么做的哈？鸭嗓它是用鸭子传统的。那鸭嗓用鸡吗？是用什么？我说传统以前嘛，以前你就是传统。它是用鸭子，然后杀好之后要盐巴腌蛮多天的，腌好之后拿去外面吊起来给那个风干嘛，风干好之后再用风干，对，然后再用那个木材跟甘蔗熏，对，桃木用桃木，对，哦，还有甘蔗，所以它吃起来就会有那个桃木跟甘蔗的香味，对，桃木香。以前农业时代那个这个算是比较。名贵的，就是它还不是名贵，就是那时候逢年过节出来请客人的，对，所以这个算是送礼哈，这算是比较高级的那个礼，送礼宴客两相宜就是，所以它就是有犒赏的意思啦，所以叫做鸭赏，鸭赏，所以就是犒赏的意思，对，是赏给你的意思，对。好，这个真的很好吃，真的，而且你看，宜兰哈，对，跟路边到处都是卖鸭嗓，现在很多，更多，对不对？而且做鸭嗓的越来越精致了，对，还有开工厂哎，还有中央厨房，对，真的，好嘞，今天唱的如何呢？哈，来，唐罗英老师的歌，英老师好，青台姐好，书线当然还係。做得講一下非常欣賞依個上任吼，就係依個上任嘅咧貴州嘅用途啊吼，都談得出來非常嘅好。香港呢依個咧客家話嘅咬字，其實佢哋也見來見長咧吼，所以我想你從三個對你來講，佢哋運動係愛。本佢倡導很係鏡子嘅方向，嚇咁講呢，很係本條建議就係講，你從你係按呢個老三個嘅時節去注意講，呢個每日嘛嗬，去數嘅時節去注意，冇本佢人就了有點跌下來嘅感覺，嚇就係呢個係去保持到最尾去數人嘅時節，很明顯就係提日記好風講，你從啊嘛嗬，個啊個就是去數嘅時節呢，運動嗬應該係為了佢保持到全部完全數體嘅時節，好讓本佢聽聽。好冇一點留住點每日到佢數體，你彈起來嗬就係個音就了有點跌下來咧。好，最尾句嗬口流響，或者口嗬，喺對你嘅發音就了下有點感覺冇按清楚，係就係了解為所係講口流響，或者口係撈佢翻到下漲掉，我想了一件你從起來運動係清楚彈起來，咁但係口食東西係口流響嘛，你從起來我想語音繞梁運動有安樣嘅感覺，希望你。希望先生。好啦，你嚟看一下人嘅分數啦，好嘛？好嚟。請送我嘅分數。哎呀，96分也1分了哈，謝謝，恭喜你，還有1個禮拜，加油！加油！好，謝謝，下來兩重發帶來3個字。來，大家啦。你新竹縣部要當到係鐵山到米線，從南邊係水里到縣部係板條，每年係秋天，你咧要好食要認讓係起餅，咧係你縣部當叫我係鐵山。今日透過呢首3個字，我係讓觀眾朋友來分享，呢好食係韓國呢好料係為所新聞大家。满路流香啊。
给流流那风啊，种子流没有我，山明水有秀啊，和风流光啊。主持人哈，发哥，来，好，你带新妇哦，新妇啊，新竹新妇，也係竹邊咧後花園啦，咧專門秋林地啦。哦，東獎呀，秋林地可以種幾多東西呢？秋林地哈，種那個種當到水果有冇？啊，外個位數哈，種了個起餅哈，吃餅啊哈。這個我好愛哦，好愛吃。種了是實，了係必用無通用哈，是無通用係咪？係必起啊，必起，必啊，必係咧必嗎？係。筆試，也係實吃啊。唔條都要講一筆吃。要必吃，實吃冇拿落。對啊，都嗰啲人啦，啲盤咧跳西甲裝落。你講哦，人哋呢上大字包嘅，人哋同事吼會學白大。對啊，湯講攏係我不吃嘅對唔？唔會，創啲吼，你係先做嘅啦，你先做嘅，你要有1年啊吼，將會去吃爽啊。哦，佢做發酵過嘅，我不用1年，這樣為就。不用1年，哎，很實在的。有，聽講有人不用8、9年呢。哎呦。啊，佢仲要拿來做藥嘅。哎，等下，我吃一口這個。哦，這個很貴呢，要控8、9年呢。哇，這個好吃。真好吃哦。發酵過的東西真係。係新婦吼，你下有個乜個3幾6行。3幾6行。還有9隻種子苗。哦，9隻。弄做第2啊。其實係賣呢種子。200年以上嘅。哦。係。所以我哋新婦有一隻很多種子博物館之稱啊。種子博物館哦。種子博物館。嗰2條街、3條街嘅位數哈，是由9隻嘅幾百年嚟種子苗。哦，好好吃。嗰全部係古蹟啦，縣府3級古蹟啦，開放給觀眾朋友，沒有給一般民眾。有門票嘛？門票得嘛？唔是。哦，所以他講依個新婦哦，真係依個呢一些古蹟祠堂，啊去參觀下咧，啊食台灣的起嘅餅，哦，還有水梨，吹下9公分，哦，讚啦哈，係啊，多謝你介紹呢，好，謝謝。啊，今日充分用把唐先生的講評下咧，好嚟，請佢嘅先生。好，重發過哈，今日帶來一個3個字，有人講也係用國語唱法啦哈，國語唱法，今日你唱嘅省。老韻就冇乜嘅問題，所以講你本身嘅咬字本身會踩啲嘢冇乜問題，但是有一啲唔是講為咗去咬字，一定要咬必爭，但是你唱出來時間，你感覺嘅音就多少這麼好風講，你唱好風了變好風嘅啊，好風了。咁就做得，唔是講貼片，為咗咬嘅特色，將佢夾嘅完全嘅佢哋好風講嘅意義都同佢做得，唔是聽注意到嘅一樣地方，順就好，謝謝，再加油，再加油嚇。好，謝謝，好，嚟看一下兩個分數啦，好。2準備的分數。9公分呀，阿曼的歌哦，謝謝，恭喜你啊！好，下1禮拜，好，加油，謝謝，張宇亮好，安主席，好，沙來，王秋吉帶來平板，嚟談緊啦啊！我喺桃園龍潭出世，桃園有千多千種嘅地方，咩有好食嘅客家料理，適合全家大細來遊了哦，歡迎大家有閒來桃園了哦。
持人太太，主持人好，很好，哎，主持节目出来呢，哈。主题为什么都最迷因为主题好的话哦，哇，有主题不好呀。那个东西就是那种。我们今天看起来特别有精神。真的吗？应该是主题的关系。是，因为今天有好吃的东西嘛，哈。哎呀，好，小豆亚叔各位冲动嘛给。哎呀，介绍下景点嘛咧。景点都系龙潭的外头个铁表，都系太平洞，太平洞都系个。南天宫啊，太家村落去隔壁了，隔壁风景真好。韩国外头有特别的名山，都是铁条塘。哦，就龙潭嘅铁条塘真有名。很多龙琴花生糖系嘛，铁条塘。也系原味，原味，也原味。哦，也系芝麻的哈。芝麻哈。要抹茶的。哎呀，有抹茶。现在已经研发到有抹茶的，还有弄个蔬菜结合一起来的香菜。香菜。哦，香菜。哦，还有椰香。还有椰香味，怕怕跟雪花膏一样。就也可以发青多种口味啊。我想要吃抹茶的。抹茶的哈，你吃看看。不粘牙，唔会粘牙齿哦。不粘牙哈，不会老人家吃了，然后牙齿也粘下来啊，你看。唔会，龙潭最特别的都係鐵條糖，其實來都唔會粘牙齒。哦，一鐵條糖糖講有啲由來係嘛？有都係以前最挨係咪糖講嘅啦嗬？最以前噶係有一個檳洋嘅青島嘅鋪吹啊嗬，佢會新軍嘛，佢都有做成年人都去這個做賣東西都佢都有見係賣鐵條糖嘅。哦，那叫什麼小蜜蜂啊，俗稱小蜜蜂。係慢慢嘅攤位，安尼叫咩送電嘅，做咩天天新鮮。佢慢慢嘅都進步講到小蜜蜂，佢行到那佢都聽到那，佢因為鐵條做得增加熱量啊。哇，熱量很高。係人添加含鉀人，唔驚人啊。係啊。哦，所以其實甜的賣到變得出名誒。對。哦，出名出來，我全國最有名，對啊。甜而不膩，这个也是最好的，甜而不膩。这个也是最好的伴手礼啊，好好吃哦，真的哦。龍潭最有名誒，最好食咧嘿。好啦，好 ，OK， 安子姐，來，安尼也來談一下欣賞的貢品啊咧，哈。祝欣賞。好，我哋嘅曲技手指吼，佢咪創了平板山歌，打安全牌啊，吼，平順的都創。原味。其實吼，佢只有平常時嘅創法啊，看見到我輩吼，安用去比賽嘅時候唱歌吼，佢心情無強樣，佢熱情就帶出來。哦，像今日介紹咧龍潭好地方啊、太比堂啊、安好食嘅鐵條堂，佢熱情係拿出來，佢分數會更加嘅高。吼，所以我看發覺伊呢，唔啲喺都梅上來啊嘛，初練派嘅是按平平嘅唱安用嘅吼，完全比歌是好嘅嘛。唔過係哎呦，我有個熱情，嗬唔好忘記，嗬每一擺嘅表演出去睇住咧，按好冇？嗬，這個加油啊！什麼先生？好，安子姐來看一下雅嘅分數啦。王曲嘅分數。四條兩山啊，松啊。安那介紹苗栗乜嘅景點？苗栗有石頭山，還有苗栗沒有呢？石門水庫沒有。明德水庫，明德水庫，馬拉邦山裡的。石門水庫在桃園。王曲嘅分數。很高分呢！哎呀，分數要啱啱嚟好咧，恭喜哦，恭喜啊！下一禮拜加油，繼續加油！好，安子姐，好加油，謝謝。再俾當坐，好嚟，接下來鄭檢又帶嚟羅山歌嚟談下啦嚇。你講到台東，大家會想到台東係一個好山好水好風光嘅地方，還有很有名嘅池上米同池上飯包，後來發展出很多有特色嘅美食，今日係帶到現場來。老太家向下就分享兩個好美食哦。
前山后水，此上向南。望见了水天啊，迷国向南。金上不输，天堂路难，人间现今那何风光啊！请共用，请共用，佢同佢講用啊！唱歌嘛共用，帶來東西一定嘛共用。哎呦，今日帶來那胡椒的那椒鹽口味。椒鹽口味，对，椒鹽口味，然後一般都被賣給某人，它這是米餅。哦，米餅啊。對，我們的時尚的米餅。一定要在池上才買得到嗎？對，池上才買得到。真係家鄉我唔得呀，米餅，在雪餅嗰種嘛，現在嘅超商都有賣嘅。磨香磨香啊，這磨香這個磨香啊，試看啦，試看啦。淡淡的胡椒味。哎呦。哦，你可不可以吃东西不要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好吧？哦啊！咸咸甜甜的。嗯，会刷嘴吧？哦，还有一点辣。这种东西呢，一口接一口。哦。那真给后吃。不行，最后一口一定要吃完。真的？哎呦，那表示这个东西好吃哎。啊！哎呀，这个配合的天衣无缝，真的刚刚好。哎呀，海鲜吃东西哈，对对对，这发出这个声音，那看一下小江老师吃东西是发出什么声音，好吧？好来。来，我们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好。来，这米果台东带来的呢，从后山带来的。后山，我自己吃自己配的，对不对？怪不是看你呀，哎。你嘴巴怎么那么大？但是深不是大。哎呦，哇！深海的。好啦，这个真的好好吃哦。好吃啊！就俺们市面上卖的一般的雪饼，真给某香啊！哇，这个真的好道地哦。规堆食材就表示一定好吃了。太好吃了啦！哎呀，好。这个咳嗽都不能吃。对，那等一下，好好来享用一下。好来，按照欣赏的公平，按照那位欣赏。高总。真欣赏创业落山歌哈，基本上日本是呢声音哈，清好清亮，创业落山歌听到也清畅快。不如讲有2隻素材而老人建議，咁唔免唔錯，唔免錯唔好。前山後水哈，人家用意來填啦哈，唔免做唔得做得。本來那邊較順調應該。前山後水，特別嘅伊強調落去，聽到就有一些嘅
咩按顺的感觉啦吼，咩唔好啦做对吼。咱我有一只素菜吼，甜筒卤呐，甜筒卤咩？吼，唔加葱的，伊葱唔系甜筒卤呐，咩唔错。但是熬是要较长的时间，应该甜筒卤呐。哦，加油！我觉得在甜筒路的时候就要加油了。你安尼意思通嘛？好，看到甜筒路要加油，系吼。我袂来。啊，不是高中工啊，高中工包糖啊。好来，沙好来那个罗英老师啊。好，在台讲吼，就像按你长信上讲诶，你家上任任职日企图系当好嘅，才爱感觉吼，就系最尾沙俩六腔，你家上任爱上某人会去贴片吼，去翻译讲啊，你会上唔好嘅，就是你的声音毋庸置疑，就是这里6个里面，爱讲是采访，爱信冠都感觉你系最好嘅。好，所以应该上任係應該本錢，用擺去運用應該本錢發揮到最好嘅效果吼。我上了就係你撒下落去做嘅功課，從基本你從嘅了數路上個，係我嘅感覺就係應該提2期到提4期嘅每日去數嘅時間，肯做得下衝一啲啲嘅，因為我相信你戲運動係少。冇就係講唔少，該就唔錯咯。你嘅戲運動係當少，係講如果你啲啲感覺係唔少嗬，該可能就係你從頭頭前嘅事嘅些戲用挺多咧，喺個個人嘅時間搶挺高，所以戲一下就冇咧。而數每日嘅些就係當從少該一啲啲咧，就會去到喊下好，就從安尼係先物嘅痛嗬，該一啲啲呼叫會啊喊好時，係該種感覺。好，我嘅建議，沈夢怡。沈夢先生。好。哦，安尼就看一下人嘅分數。鄭金庸嘅分數。沈夢先生。工作上面嘅分數唔係好用嘅，係你阿哥啊。哦，哇，日本人真係同佢陳建基有邊嘅。好啦，恭喜恭喜，我哋下再邊當場，係。沙下來希望你。黃叔嘅，來了，藤本。嚟，等我啦。苗栗的石頭山非常有名，佢做得客曬，又做得拜拜，心情唔好嘅時節，老好朋友你就衝下去欣賞佢嘅風景，唔會感覺到快樂。苗栗啲好山好水、好食好料嘅地方，我今晡日主要用山歌來跟大家來分享，希望大家。谢谢。
哎呦，哦，苏格子，你讲到苗栗啊，讲到苗栗啊，呀，故乡。哎呀，苗栗三米啊，三叉啦，那頭婚啦，頭婚宴啦，漂亮衫，漂亮衫吼。冇，第一宴哦。你啊，冇要見啊，都苗栗頭婚較北，三米較南邊。中央嘅客家人。係啊，中央苗栗人。係啊，安尼介紹苗栗乜嘅景點？苗栗有石頭山，風景清靜，又做得去客山，又做得拜拜。哦，所以有頭婚冇乜好介紹。個心情好噶好，心情唔好噶好。可以三門山當行吼，看個風景心情就會好。這樣心情當好。還有苗栗沒有呢石門水庫嘛？哈。明德水庫。我們還有馬拉邦山裡的 OK 石門水庫在桃園。咁嚟介紹一下乜嘅？啊，是的咧，一豐州，因為你苗栗還有冇錯賣啦，嚇。啊，只有豐州啊，泡菜湯、清河色，但係湯湯水水嚇。我盤查失敗，我又唔方便帶啦，所以我就只好帶豐州。豐州，也係苗栗種嘅嘛？見那邊種嘅還是唔啲啦，我都聽過了。問題是，我從中藥店嘅百年老店買嘅。哦，苗栗的百年老店，對，然後這算你過關，算你過關。因為公幹嘅做嘅個地方啊，有幾個，佢做嘅從某一台粒、細細粒嘅啊，剛好係看到，哎呀，苗栗有出產安尼做嘅。台粒嘅好，是我們孤陋寡聞吧？研究講，誒，叫佢介紹苗栗，要帶台粒嘅做嘅來冇？結果真嘅啦哈。有苗栗按細粒嘅。哦，人講魚皮來嘅姜條冇好看係咪？細粒有乜關係？那個好吃哎，那個也是可以燉雞湯的呢，對不對？要做連嘴啦呀，養生要種太粒就連嘴。哎，對對對，可以當連嘴。哎呀，台粒嘅東西應該看唔敢食唔食，係嘛？多多食了一粒嘅。冇啦，一定，我實體以後唔得同佢講，台粒嘅。唔係啦，我同學講開一個百年老店哦，我們經常買來吃啊，真的，就當連嘴啊，昆天斯卡專給食啦，我買了好久，絕對是合格的，絕對沒有問題。好，謝謝你，很有誠意哈，帶了那些百年老店。這還是留給小康老師好了。對對對，那其實你今天只要介紹百年老店就可以了。我介紹石頭山。啊，要介紹做嘅，啊，台粒嘅做嘅，啊，清真。好嚟談一下先生嘅講評咧。蔡先生。今日蘇家姐佢創嘅平板嗬，今日佢可能也佢本身嗬對也個平板也較熟嗬，睇佢按樣來創，也個軟腳也做了一講，今日做了一講，省來講嗬，省軟最好啦嗬。但是呢，我要感覺講，今日佢創嘅歌嘅嗬。你一個是講平常啊，就會唱安樣，標強鬆去唱嘅，嚇，唱到自然而嘅聲韻，轉頭轉角全部都轉落好，要明日做嚟講，安樣成績單位好，以前我就咁講你比賽時間唱歌緊張，嚇，唔是緊張，強鬆去同佢比就好，平常心，安樣嘅成績就會越來越好。好，再加油哈！加油加油！謝謝。所以今日要較強壯啲啲所謂哦。因為帶貴量嘅咯，所以唔點樣去介紹。這樣哈，其實你嘅唱腔啊，哈，攞我哋嘅早期大家來唱嗰個路潤啊，非常嘅唱啦，哈。所以喺我哋最尾一句歡迎大家嘅時節，繼續嘅家人嘛，嗬，個後人小可要走辣咁樣嘅家，嗬，所以要按嚟上奏出來，所以你也是歡喜嘅素材，心情也要舒張，所以盡量不要輕鬆掉，還有一禮拜嘅時間呐，嗬，再來加強嘅話，甚至會拿到還好咁樣嘅，好嘛？好，謝謝沈老師。好的，來看一下，拿台粒嘅做來。我嘢咧改良嘅啦，改良嘅，好啦，土本又咩改良品種啊？好啦，看下個分數來。王叔給的分數。叫出師傅一眼問過半啦嚇，咁你每場攏前位咧，聽過分咯。係啊，下禮拜加油啊！今日都6強全部都一定當厲害啊，對嘛？對啊，前一下冇上啊，
磨伤啊，做嘛咯就像安尼压伤啊胀安尼。哎，有点我感冒安尼。哎呦，跟人恢复力还强哦吼。清肝滚水，滚好。唔甘蔗都滚一个湿水。所以我也今日上当量呢。还夹，都还夹肥腹啦，我是滚水啊。对对对，每天是要的啦哈，哎呀。应该空用只是有个。对啊，嘛试也不错啦哈，可以多吃一点啊。有卖啦。我来公公啦，公公。好啦，这些。好，谢谢，什么呢？回做休息。好，安尼今晡日安尼听礼拜安尼积分赛哈，冠军比赛已经都要告一段落哈。下礼拜从头起来了。嘿，下礼拜做要提供安尼几个冠军哈，前3名都带很满意哈。嘿，好唱歌的朋友赶快来报名哦！报名专线0919388398，还有纯真天发0227778231。好，等一下大家来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还有多谢辛苦的评审欣赏，谢谢，谢谢。什么场水长？什么小康？谢谢老师们。好了，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啊！啊，希望下礼拜大家唔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闹热大擂台》，闹热中下來，再見，拜拜。